停啦，唔好再用啲無效嘅防掉髮產品啦。等我話你知，男女脫髮成因根本就唔同，一支男女通用嘅產品又點可能針對到你嘅需要呢？女士脫髮嘅原因可以係產後荷爾蒙變化、年齡嘅增長、壓力性嘅脫髮，呢啲都係同氣血、肝腎不足有關。所以建議女士選擇防掉髮保健品，揀翻你哋嘅性別專屬配方啦。成分會更加針對性，可以按女士嘅脫髮原因對症下藥。一啲天然同草本成分，以口服保健品方式食用。科研實證對女士防掉髮有明顯功效，例如頭髮生長肽、褐藻多糖、膠原自生肽、靈芝、冬蟲夏草、人參精華同埋麥項鏈等。1個月就可以激活我哋嘅毛髮細胞3倍，加速生長週期，激活頭髮濃密程度達113%。之前都有位女士有脫髮嘅問題，我都建議佢選擇翻女士專用含以上防掉髮成分嘅保健品。效果都非常之好，做頭皮分析嘅時候，甚至係一個毛囊生3條頭髮，頭髮髮界亦都冇咁明顯啦。